平，呢間就係海洋花園最正嗰件衫，環境清靜，面向公園，樓下超市、餐廳、車站，出到門仲係標誌性嘅培華中學。我哋上啦，呢間就係106尺嘅兩房啦，廚房比較闊落乾淨。海洋花園呢，佢實用率高，客飯廳都留有足夠空位，之所以整體空間感十足。行到露台出面非常開揚，仲望到海，稍微見到樓下海邊公園。呢度全屋三面單邊，行到邊度都係窗。其實間屋非常之通風，客廁空間都算足夠。單單係第一間客房呢，都容納到一張大床。前面套廁都幾乾淨，兩間廁所都係明窗。主人套房除咗勁闊，都仲有唔同嘅近海景色。呢間全屋又高又望海又得件衫喎，非常之難得，唔好錯過。